請各位注意，由於本頻道專注於製作視頻內容以及研讀資料，因而採用人工 AI 配音。如果令各位觀感不佳，本頻道致以誠摯歉意，並懇請靜音觀看，多謝合作。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馬有你講。今次我哋要介紹嘅內容係彩衣、馬主和家族傳承。或者有啲初接觸賽馬，對賽馬唔了解嘅人會好好奇，點解騎師唔可以着自己衫，要着啲花哩碌嘅彩衣先可以跑呢？呢個原因就非常簡單，彩衣係馬主嘅象徵，同時都係方便賽事。評述員可以快速分辨競賽馬匹，並跟隨比賽節奏 call 馬嘅重要方法。現代騎師嘅彩衣起源於英國，係早期嘅賽事中騎師少，馬匹都唔多，因此通過衣服顏色區分，騎師並非難事。但去到1700年，隨着參賽馬匹及馬主團體增加，騎師衣服嘅單一性逐漸造成困擾，裁判及觀眾都開始抱怨騎師衣著及賽區模式相近所造成嘅混亂。因此，喺1762年10月4日，英國賽馬會正式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彩衣樣式登記成為其中一項必須登記項，加到馬主名下。自此，經典戰袍成為速度賽馬時光嘅見證。香港賽馬會對彩衣嘅解釋係，每款彩衣均代表一位馬主，而該馬主將馬嘅馬匹亦會使用同一款彩衣。彩衣一經註冊後，每位馬主只可賀改其彩衣設計一次，修改程序須於馬匹歇暑期間完成，唔可以影響賽事進程。需要注意嘅係，世界各地嘅賽馬比賽都有彩衣嘅身影，但唔係所有地方嘅彩衣設計樣式都係一樣嘅。比如日本嘅彩衣，因為比賽規則嘅原因，唔需要設計帽。而每個地方嘅彩衣設計圖案都有不盡相同。比如係考菲爾德杯就出現過馬蹄鐵形嘅圖案。為咗令自己嘅彩衣更具特色，好多馬主會喺上面花好多心思，比如係心口設計為 V 或者 WV 為 Victory，V 為 Winning。而因為賽馬時騎師會彎腰，造成彩衣正面圖案有遮擋，所以一啲馬主都會喺衣袖同帽身上落功夫，亦都有啲馬主會通過風水命理等方式挑選顏色。彩衣唔單止係一個馬主嘅代表，佢哋同樣都係呢個馬主或其家族嘅歷史代表，以及會同某啲經典馬匹一同記載入史冊嘅榮耀象徵。想要擁有一件彩衣，首先要成為一名馬主，而係唔同嘅國家同地區成為馬主嘅方法、手續都係唔同嘅。以香港為例，成為馬主需要先成為馬會嘅會員，然後通過抽籤獲得購馬資格，並通過參與受香港賽馬會認可嘅香港本地或海外拍賣會獲得合資格馬匹，就可以成為馬主，並親手設計一件屬於自己嘅彩衣。而係日本就有比較獨特嘅一口馬主規則，通過購買俱樂部股份嘅形式成為馬主。當然呢種馬主就冇權利設計彩衣，但係就可以支持自己心水嘅馬匹同擁有一件彩衣，都不失為一種樂趣。回顧彩衣出現嘅歷史，可以得知彩衣一開始嘅發源地係英國，所以英國皇室其實係有一套佢哋自己嘅彩衣。而作為曾被英國統治嘅香港，賽馬會自己都係有一套彩衣，設計上同英國皇室會有啲類似，不過顏色就係以黃色同深藍色為主。一開始由於馬匹數量唔多，所以彩衣嘅顏色以及圖案其實都冇咁多選擇。但係隨着成為馬主嘅難度降低，以及馬主年輕化，彩衣嘅圖案亦都多元化咗起身。因此，如果想判斷一個馬主係咪好耐之前就成為馬主嘅話，可以睇下佢嘅彩衣。如果好似步步系列嘅設計咁簡潔嘅話，佢成為馬主嘅時間就可能好長啦。喺香港，成為馬主唔算特別難，只要成為馬會嘅會員，抽籤獲得購馬資格，並買到馬匹之後，就可以成為馬主。但大家可能唔知嘅係，馬主可能唔單止係一個人，而可能係一整個家族。因為馬會對馬主嘅騎馬數量有限制，所以同一個家族之間有可能會用過不同人騎馬嘅方法來獲得超過數量限制嘅馬匹。但本質上佢哋其實都係一家嘅。
舉個比較簡單易懂嘅例子，遨遊系背後嘅馬主係程家，佢哋分別以團體名義、多人、馬主等形式持有馬匹，因而可以持有現役4匹，總共10匹嘅遨遊系馬匹。再舉個例子，香港賽馬會著名嘅美麗係馬主是莎莎國際嘅老闆郭兆明嘅家族，核心成員包括郭兆明、其妻郭羅桂珍以及其子郭浩全。他們一家人名下嘅賽區大多以美麗為名，彩衣以粉紅色為主。佢哋通過團體名義、多人馬主以及單人馬主等形式交叉持有馬匹，因而可以持有現役13匹，總共過百匹美麗系馬匹。可能有人會有興趣，點樣知道佢哋係咪同一個家族嘅馬？齋睇名就可以嗎？當然唔係啦，我哋所舉例嘅呢兩個馬主家族，其實都有一個好明顯嘅共同點，佢哋會有一脈相承嘅一啲嘢。除咗馬名裏面一定會有自己嘅家徽之外，彩衣嘅設計都會有相當類似嘅元素，比如家印係偏愛天藍色底，同心口一定會有 W 花紋。遨遊係喜愛白藍綠3色拼搭，同埋心口花紋會係向上嘅形狀，以及美麗系嘅粉黑配色等等。大家下次見到撞名馬都不妨留意下彩衣，睇下係咪一家人啦。